主就是一个丘比特嘛，在默默帮助别人的爱情。网友分享自己在闲鱼出了一条草莓夏洛特粉白裙子，售价10200，有网友看中了这条裙子，就跟博主说能不能预留，博主说热门款不预留，网友就真诚的说预留1-2天就好，因为想给女朋友买，但是现在手上钱不够，甚至还把自己的球鞋给卖了，对方还没收货，钱还没到账，他女朋友很喜欢这条裙子，在平台看了很久，只有博主这家的出价是最低的，状态也是最好的，就想买下来给他一个惊喜。他现在有4200，可以先付给博主做定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了很久，博主直接说4000你拍吧，剩下的不用给了，出市价1万多的价格，4000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他说我的初衷只是觉得如果这个男生用了自己全部的钱给女朋友买裙子，女朋友收到也不会很开心的。我有点开这个男生的主页看，他挂的球鞋并不贵，是挂了很多双拼凑起来的钱，我想降价下来的那部分或许可以让男生用来吃饭，或者是和女朋友约会用。这种一双卖球鞋也要给女朋友买裙子的人，我想是不会认花的。博主真的是好善良的一个小蛋糕，男生也没有砍价，愿意直接付4000当定金，能感觉到男方很真诚，所以我愿意相信并敬佩他为了女朋友而付出的每一个瞬间的真心，他女朋友一定很幸福。博主是个很好的人，男生也很好，3个很好的人，他们都会很幸福很幸运的。